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美国总统川普批准要卖咱国 F-16V 的战斗机，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满。蔡英文总统讲，保家卫国是咱的权利。大雨连落遮济天，台中后里的公益巷砖头对外连落一段路，那路面有壁地基嘛，流到要空去啊！高雄有一个男性去庙埕烧金纸，带去互金炉内面弹出来的物件，结着目睭仁规个破去，就算手术嘛无法度完全。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批准要卖咱台湾 F-16V 的战斗机，中国外交部大大表示不满，佮呛讲美国你若唔收回声明，因是会采取必要的动作。总统蔡英文早起是讲保家卫国，这是咱的权利，希望对方都要尊重。另外，关系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蔡总统嘛甲北京提醒讲，你偏偏要伫网络顶头用一寡骹手来放假消息，假使讲直接好好参香港的民众来沟通。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批准卖予台湾 F-16V 战机，中国外交部虽表达强烈的不满，佮呛声讲要求美国虽取消对台湾的军售计划，若无正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总统蔡英文20出席2019亚太安全对话研讨会，强调保卫国家是咱的权利。我们防卫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了哈。那我也希望中国也能够尊重。香港反送中抗议不断，中国网军敢若是散布反送中的假消息，和社会媒体听权笑话。蔡英文是对北京提出呼吁。那我倒是要跟北京方面讲一句话呢，说与其用假资讯啊来混淆这个香港人民的视听啊，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诚意的坐下来沟通，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若是台美军售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大动作发表中英文的声明，甲美国方面说道谢，互人质疑是赶伫我尾。蔡英文讲，伊无清楚韩国瑜是用啥物身份发表，佮对韩国瑜19搬出读甲变一个人遐尼悬的公文开直播，甲伊口说转去。我是不清楚这个我们韩市长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了哈。当然，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至少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啊，来看这件事情哈。我也看到那张照片了啊，那么多的公文，我不知道是在他房间里还没有被批的累积的那么多的公文了，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借来照相用的公文了哈。除了个韩国瑜面对台北市长郭文哲讲2020大选真垃圾无聊，佮喊过，蔡英文并无认同，敢若讲袂有这款代志发生。若是风声讲蔡老皮已经破局，蔡英文嘛澄清讲，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沟通的情形袂歹，会伫咧适当的时机提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今日主动开记者会，伊讲2项。第一是经过昨日礼拜日的大游行，伊也打算会即时招社会各界来坐做伙，用尊重的态度和证人沟通，为香港找出路。第二，香港政府的独立机关专门咧处理人投诉警方的这个委员会也已经开始调查，一定会找出警察是毋是伫咧市民游行的时阵有起骹动手伤过头，来向市民交代。香港礼拜日规园内流水的集会，合共有170万人参加，和平结束，无警民冲突。特首林郑月娥20日行政会议进前特别表示，希望这是社会恢复平静、离开暴力的开始。嘛宣布独立的监警会已经开始调查，成立社会对话平台，替香港找出路。溝通嘅平台係開放、係直接、係同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背景嘅人士嚟到進行。我本人同埋所有嘅司局長呢，係好願意落到去社區，直接進行呢啲對話。林鄭表示，監警會20日召開會議，決定會先查警方伫處理大型公眾活動執法狀況的時間，暫時未設結束的時間點。強調講會包括元朗事件，也閣回應民間5大訴求當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結果，就伫咧和平集會結束無偌久，20半暝所發生將軍澳南龍磅坑內底撲人的事件，差不多有6、7個人去互一個若像中國一個中年查甫人烏白撲，上無3個人送病院。開始聽到佢越嚟越嘈啦，咁嗰個男人咧就話：我忍唔住啦，咁樣插咗個女仔嘅右肩啦，
跟住斬咗啲人啦，追斬嘅大力嘅都。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追查凶手，毋过反送中活动也是一波接一波。即摆还有网友8月23发起全港人连活动香港之路，模仿30年前波罗的海之路，成功用和平理性对暴力来抗争，希望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关心，而且支持香港人。各界声援不断，澳门原本有民众发起819木屉抗议香港警察使用暴力，毋过却叫澳门警方反对来取消。不过也是有部分的民众去澳门艺术亭头前的喷水池点点徛咧，所以由警方查验身份，而且抓起来，那就伫香港的紧张气氛嘛拖去澳门去。记者综合报道。大雨连落遮侪天，台中的山区嘛是互人看得真唔甘。咱来讲后里的公益项，即砖头对外联络的一段路，雨洗遮侪日，毋但路面有壁，地基嘛拢流甲空去啊。在庄的村民都烦恼讲，雨若继续落唔休惊会走山，到时拄啊好伫咧路下边的人家厝和果子园，都会真危险。来到家己果子园，伫后里山区做农真侪年的林先生，伫讲这几工也是非常烦恼，因为连日来的大雨，山区土就不断冲刷，家己果子园可能随时不保。本来是没有裂缝的，那里是就是顺顺的爬坡这样而已。哎呀，已经下过雨后了。就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看着都怕。果子园顶头的广义巷，超过上100公尺拢是空棚，那路面出现悬架感，空棚嘛超过1个手的宽度，甚至有路面掏空。虽然经用水泥来补强，不过是无度来抵挡路面逼起的速度，当日里场烦恼已经出现明显走衰的状况。昨天早上2次45公分，用我的脚大脚再量一下，刚才我的脚去2次，它是3倍，同一个地方2次变3倍，所以它是60公分。当日里长表示，这个月16号就已经出现大约3公分的空棚，20号这天已经有60公分宽，显示灾情愈来愈严重。当日伫咧有地下水管，土壤含水量已经真饱，如果大雨继续滴落，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走山。市府表示，目前为着安全暂时来封路，就会来回看营业补强的方式。而这条路嘛是当地30外户居民的进出道路，居民希望甲灾害降到上低。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昨暗桃园龟山一间5楼起的公寓厝，4楼的地板有一角煞向推价放落，直接弄落到3楼。毋加在正对即角地板下底，住3楼的一个住户，拄啊好闷落倒仔骹咧捡物件。因厝的人听到声，才紧甲遐缀伫咧倒仔顶的红土角紧搬互开甲伊救出来。区公所嘛有赶紧找所在，咧安搭3楼即家口啊。天棚的钢筋外露，灶骹因为崩塌，规个密密麻麻，亲像灾难电影迄般的场景，发生伫咧19暗桃园龟山区的一栋徛家。3楼的厝主就表示，伫1、2个月前5楼就发生过崩塌，迄当阵并无感觉有啥。我刚上床滑个手机的时候，它就掉下来，它就是有砰一声，我就看它天花板，感觉要掉下来，我就滚下床，就没事这样。好在这崩塌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现场的女厝主迄当阵伫倒骹捡物件，干那脚只片去切着伤，了后女厝主的大官用手甲石头搬走，甲伊救出来。但是后续我们觉得这间房子是真的是比较危险，所以后续就请管区还有里长都过来这边，我看有办法安置。那最后是安置在他们的亲友。附近的厝边表示，这栋徛家发生过火灾和漏水的情形。4、5楼的住户因为厝况无好，怀疑讲是海沙厝已经搬走。3楼姓詹的厝主暂时住伫咧亲戚朋友厝里，期待会当有渡境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郭台铭、郭文铁和王金平到底夹度阿袂？现主是有周刊咧报道讲，郭台铭即阵有编排2套剧本。第一，就是讲直接即阵宣布参选；另外一项是咧等待国民党中央将韩国瑜换来。人问郭文铁市长讲，若郭台铭尾啊确实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伊敢同款的甲伊支持？郭文铁讲，就算是足信伊郭文铁的支持者，嘛毋是用讲话的就会行，票用拨的就拨会过呢。2020总统大选，过关王桃园公开合体破局，不过三方的势力革命依然点点咧进行。就看报道，过王2个人被回过6届，确定合作了后，才搁含瓜做伙行。郭台铭未来的动向，目前是拟定2种剧本，一个是直球对决宣布参选，另外一个方案是等国民党换函，改由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出征。安尼到时阵，郭文哲敢搁会支持郭台铭？ 2018的选举，我们学到一课，就是说，不见得说。
其实是所谓的科混，你知道，它也不见得100%会转移的，所以不是那个说我们拿个旗子出来摇一摇，让所有的科混全部就100%投票转向，不会的。坦白讲哦，转向可以到50%都不得了的。针对郭台铭两套剧本的传闻，过办讲了真暧昧，讲报道内容是3分真7分假。根据苹果日报的民调显示，郭瓜配这个组合会当打败蔡英文和韩国瑜。从现在的状况怎么移动到我们希望的目标，那才是努力的目标。民调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努力的话，我们要努力哪个方向？郭瓜配是不是有影也唔知影，不过对于组党了后，瓜分的人数一再下降。就连过去挺瓜分地的馆长嘛，讲瓜分地已经对100分变做是60分。瓜分地决定要去馆长直播的节目当面解答疑问，和外界解套是要用这个方式将流失的支持者找到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市长韩国瑜家己透露讲，会搁再一摆访问美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 伊的中文名叫做雷英杰。早起雷处长也用 Facebook 表示讲，确实会搁再去高雄市政府拜访。韩国瑜一方面是表明伊会尊重对方。我不想讲，我感觉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没有必要这样。台湾追求民主自由，不是要追求这种恐怖的感觉。大家公平竞争嘛，把你的理想告诉民众，希望民众投你一票，这不是非常的好吗？好吧，我觉得这是我对国家机器针对我韩国瑜还有我的家人呢，其实我是要提出抗议的。韩国瑜讲，请驶去到保养厂，就知影有人出骹手。伊这单消息是真正确，毋是家己生话。伊也呼吁执政党爱落实9年以来坚持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甲党政分开。唔通像即马针对伊和因厝邻的人是监视甲无所不至，伊也专工要提出来抗议。宣誓人呈递誓词。咱过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今日开记者会，宣布家己确实是无要伫伊的选区竞选连任，要换派伊办公室的主任罗嘉伦跳落选。黄国昌嘛讲，伊到今拢还无同意时代力量将伊列做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嘛无打算要加入台北市高文特市长的台湾民众党。总是黄国昌委员后一步到底何去何从，嘛真引起众人的关心。透过抹黑政治，去抹杀这一群认真负责、辛辛苦苦、脚踏实地走遍选区的每一个地方的服务同仁，这我无法接受。向地方团队支持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确定无要搁竞选连任，对进前外界批评伊地方服务不够，伊中心无法度接受，也肯定地方团队的付出。黄国昌改开办公室主任罗嘉伦，导致实质所谓的7城区的立委选战。不过外界关心黄国昌是不是列入时代力量无分区立委名单呢？过去这2个月，的确是有非常多时代力量的朋友，包括主席邱显智要求我列在不分区，我到今天为止没有点头。黄国昌强调，伊为7月开始展开全台巡回演讲，主题是台湾的下一步。有其关心伊的下一步，不如关心台湾的下一步。对于可能加入台北市长郭文特的台湾民众党的传闻，黄国昌也强调，伊无这个计划。你有提这样子的问题，我也直接的跟你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这样的计划。对时代力量下晡要透过决策会议决定新的党主席，黄国昌强调，家己毋是决策委员，尊重决策委员会决定。另外，罗嘉伦未来是毋是以时代力量名义参选？罗嘉伦表示，伊的提名案已经送到中央党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实在讲，虽然讲台湾的俗语话民间流传100-200档，不过也有真济，咱用现代角度来甲理解，这俗语话嘛真有意思。尤其讲人甲人若有在条共心，实在歹天啊，往往会变黄金。若甲讲吼，大家要扣做伙，要组织一党啊，这几句的俗语话，好朋友你爱做参考。无论讲倒一党啦，无论哪个叻的白啦，相信国情安尼讲，人若共心，歹天会变黄金，因为咱若扣做共党。有一句俗语话就讲，叫做共行不离共命。竟然共党派啊，大家都爱共目标，都爱共方向啊。未来咱就是以这个党为中心，咱甲这个党毋是干那共行尔呢。这个党若兴，咱家己有也兴；这个党若败，咱家己讲外交会变巧会跳天，迄也未必然。
所以共行不离共命。当然啦，一句话，你若是要正面来讲，讲共行不离共命；那反面来讲啦，简单讲俗语话，我有一句讲叫做“狗死猪哥也无命”，就是讲吼，孙悟空若万一遇到什么困难，嘛遇到什么重担，换猪八戒又安那无通好食困啦。所以一句俗语话讲“船破海找底”，就是讲咱坐共才船呢，共行坐共才船。万一即只船若有各样，若有重担，船若破只，到路尾嘛是海找底。你无救，我嘛无通好救啦。你无知道讲家己迄条命啦。所以无论哪个列个白国政啊所讲的，即句话，大家拢听好做参考，大家拢听好，甲我捡起来用纸包。因为共行不离共命，因为船破海找底。咱若负一档，咱着爱尽心，咱着爱共心革命，着爱下死命讲。要互即档拼互赢，你讲看有赢无？因为无论你啊我，既然讲咱认同政党的理念，一人举一支旗，咱互相尊重；一人举一款的主张，咱互相鼓励。你着爱照规矩来，用好的规矩来拍拼。我嘛共款，大家毋通出小人步。啊，我望讲我即档尽量符合大汉。这另外佫一句俗语话，我讲典故，观众朋友你一定晓答会句。典故叫做家己种一丛，啥做家己种一丛？下句相信讲所有电视边的朋友你拢答袂出来。下句无写是因为讲有人讲家己种一丛，较赢看别人；嘛有人讲吼，家己种一丛，较赢别人。有影啦，咱若定定要人，万项无得去啦。人讲靠山山会帮，靠人人会倒。啊，万一咱若讲万项都要靠人。咱吼有一天，人若毋互咱靠的时阵，咱行无路呢，咱就头壳摸咧烧呢。因为自9月开始，中国大大要减少开放来台湾旅游的人数。搁再讲，秋天甲冬天即两季吼，嘛是资本就是观光旅游较烧热，咱就爱家己种一丛啊呢。所以交通部观光局现时针对咱国内家己国民的旅游，推出新的增加补助的方案。咱台东管家嘛有旅游的业者讲。因要提供全民免费带暝的活动，一来是要刺激观光，二来也是互因的员工通好有事做。休大旅游大月就要结束，台东县本店业的旅游人数是大大减少，世界景点嘛看袂到真甲叉的人，而且佮加上9月份开始，中国大量减少团客，嘛取消来台湾自由行的申请。看到台东县的观光产业特别进入缩月，即卖有资本甲市区各一间的星级饭店，特别头先配合观光局的秋冬扩大各路补助方案，杀全民免费带房方案，一个人地当来，啊，佮有真俗的早顿甲浸温泉的加钱方案，希望讲会当成游客来遮佚佗。2位的话，另外1位不是台东人也没有关系，好，只要其中1位是台东乡亲就可以免费住宿。2人房的部分，每位贵宾只需付199元的早餐费用，那2位贵宾加起来就是398。业者三个方案，还有团体优待，从9月初1开始到年底拢会当用，尤其是针对台东偏乡的民众，还有老大人来是更较欢迎。目前打电话来问的人是真多。现在大家对旅游的这个也都蛮重视的，这个方案真的是蛮不错的。我们的银华组的哈，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很好了。没有去过我们这么高级的饭店，真的很棒。目前台东县的旅游业者当地规划家己的优待方案，业者嘛真积极地开发台东县的秋冬小月观光，希望讲会当有效省游客来，而且嘛保障员工的就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甲计讲起来，这个月顶半月日，中国旅行团甲自由行来台湾佚佗的人客，比较去年同期间就减15000几人。啊，这款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台湾和中国中间的飞机抓，可能飞机班会少，啊若无就是换较细只飞机。嘛有业者咧估计，讲中国即马限定因的人民自由行来台湾，9月甲10月，这种情形会愈来愈严重。到时台湾中国中间的飞机班，无定会减去一半较低。早起伫国父纪念馆头前，干那一团是中国的旅客。带团的导游讲，目前8月份还有4团，啊，毋过9月份无接到公司任何带团的通知，感觉中国旅客来台的禁令就要开始有影响啊。在团课上面来说，他用所谓的断崖式的这种缩减，像我们据了解来说，在9月份大概只剩1/10，
可能10月份来说，它的配额来说可能会更少。根据移民署收到的中国旅客入台签证申请资料显示，8月份送检的自由行旅客有48000多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20%，而且团客送检的人数甲去年同期比减3830人。敢若8月初就减15000多的旅客，旅游业者表示，目前送检的都是进前就已经提出申请，因为各省团体配额去互检，暂停来发自由行的签证。目前已经有真侪中国籍的航空公司开始甲飞行机型变色，或者是甲航班减少来应付目前这个状况。旅客大概到年底会少掉100万人的这个旅客量，那这么大的一个旅客量的消失，至少砍班次至少要砍掉超过1半吧。用南方航空来举例，已经确定甲来回哈尔滨的航班减少。厦门航空的高雄专州航线嘛，拄2一开始每一礼拜减1班。若是台湾的国际航空，还搁伫评估旅客数量，有可能会用较小型的飞行机来载客。毋过目前还搁无减班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高雄一个男性顶一日去庙林拜拜，徛我金炉要烧金纸，煞叫金炉内面端出来物件，结到正蕊的目睭。医生急救，讲伊目睭鳞规个破去，就算手术嘛恢复袂完全。消防队就提醒讲，烧金纸进前，咱就要注意金炉内底敢有玻璃杆啊，敢有耐打，因为这款物件若互火烘落，是拢会崩，是真危险。民众徛伫金炉进前，专心来烧金纸，毋过这个动作煞互高雄一名50几岁的男子，侧边的眼球破去，眼睛闹着，紧急来手术也是失明。发现他眼球严重的破裂，而且合并有颜面骨骨折的状况。那在紧急手术之后，虽然我们眼球有尽量的修补，在眼科医师的帮忙底下，但还是没有办法造成视力永久性的受损，所以目前这个病人是失明的状态。医生讲，男主到病院的时阵，规面拢是血。伊讲，家己到庙里去拜拜了后，烧金纸，说伫过程当中听到金炉传出着嘣的一声，无偌久，伊正边的目睭就互物件牵着，看袂到，互送医去救治。就火灾学的学理在上，这不太可能是散燃或者是爆燃造成的。我们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异物造成的。这名男子住院10外天，虽然讲皮外伤拢已经好啊，毋过依然是失明的，未来就要动手术来装义眼。高雄市消防局提醒，耐打还有玻璃管啊，这种异物若是放入金炉内底，有可能因为温度伤过悬崩起来伤到人。提醒民众要烧物件进前，就要注意，甲这物件清除，嘛要甲金炉保持着1公尺的距离，较有安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讲桃园杨梅有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那像是互伊的老母含后籍关伫咧厝内头尾3冬，一直到去年10月，伊去咧网络拜托人来甲解救，人才将伊救出来。警方嘛表示讲，这个查囡仔的老母讲吼，伊的朋友乌白交，佮不服管教，才会将伊关伫咧房间内。检察官调查了后，伊将因老母含后籍2个人以家庭暴力、妨害自由来起诉。徛街的铁窗锁条条，一道大门嘛锁起来。桃园杨梅一名19岁少女，敢若长期互亲生老母甲后爸关伫咧遮，一个人住伫咧这栋徛街的2楼，拢无出门，时间有3年遮尔久，一直到去年10月，少女上网络求助，才被顺利救出来。有人都会拿东西掉落给他吃吗？那是邻居的小孩子的。心理的复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协助孩子走这一段长路。那至于妈妈的部分，我想妈妈其实把自己早年的经验套加在孩子身上，我们也会努力尝试跟妈妈来做沟通跟协力。有厝边讲，知影少女是长期被关伫咧遮，但是大部分拢认为伊无问题，毋过嘛是会无定期透过调拿运送帮伊加菜。根据警方表示，爸母承认将少女锁伫咧徛街的2楼，由伊后爸固定炸食的物仔和生活用品甲看，但是用品拢是泡面和离谱食品。亲生老母甲警方强称，因为少女国中的时阵交到歹朋友，才会将伊关伫咧厝内面，佫认为这款的管教方式是应该的。剥夺张姓少女的行动自由长达3年，并以此方式影响张姓少女的身心健全及发展，使张姓少女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被学校退学过后，通知社会局，社会局置之不理。好，这个当父母亲的只好带回家里。
检方是认定，伊老母和后爸伫犯后一点仔悔意都无，态度真歹，将两个人依照家暴妨害自由起诉，并且建请法官依照儿童和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加重基刑。家属不满表示，小拄交朋友真复杂，爸母找相关的单位协助，却拢无任何消息。即卖互检方认定管教不当，煞被起诉。家属嘛决定要向监察院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年房地产的市场有较歹，今年像有较热。根据内政部上届新的资料统计，今年顶半年建设公司开工的新主体，计共有53646户，这是5年来比较上届多。其中台北市开工的业比较去年加67%，也是6都内底增加上多。这几年物价起悬，和民生用品、餐饮嘛对咧起价，民众开销变大，大干那薪水拢无起，但是想要买厝是更加困难。薪水不好啊，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负担自己的吃，还有一些生活，我觉得根本不太可能买房子。新成屋的话，我想大概应该也是60-70万吧。那2-3千万的话，一个22K 的，再加上现在的物价那么上涨，我觉得会很辛苦啦。放市历经前几档的谷底了后，今年持续升温。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资料，今年顶半年住宅开工量是总共53646间，创下5档来同期的新高。其中台北市开工量年增67%，成长幅度排6都之冠。台中市年增58%，排名第2；高雄市成长30%，排第3。但是其他3都今年的开工量拢下降，新北市年减13.1%，桃园市年减12.9%，台南市是年减4.4%，其中台南市这6档出现一路下修的走势。在这几年，因为景气相对比较复苏，建商相对有感的一个推案的动作之下，会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成长的幅度是比较明显。是桃园和新北市，那因为很多的一个个案，它其实还是在维持一个所谓的去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消耗余物的一个情形之下，它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建商开工的一个量体也就稍微小一些。房仲表示，房市虽然有回暖的情形，但是因为大量推案，搁再加上选举就即要来，计销真歹，因为买气真稳，绝对咧起价，搁再加上家己要大的人甲偏好总价较低的厝，一旦厝的供给量大大增加，选择变济，厝价成长幅度就相对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火龙果当啊大出，不过彰化者是有火龙果种植的农民，即2天头空毛咧收，因为雨都落袂晓，一寡草坡仔内底落嚟拢疏疏去哩火龙果丛咧密雨，顺续甲遐已经9分的火龙果随粒仔个初步掠起来，上届无算长有3成较低。趁无雨，果子农紧张等待咧结果的火龙果套网啊！不过果子农讲，即阵时间是有较晚，因为小连续落几日天的大雨，互主本密伫咧草坡内面的落雷，全部拢爬起哩火龙果丛，唔单单是避雨，佮一直食火龙果的花苞甲果子。因为雨落了伤侪天吼，今年的瓜牛啊，我特别多啊，扁瓜牛甲非洲瓜牛我特别多啊。它会去吃你的花苞啊，像这个花苞啊，还有那个果实啊，因为果实被它爬过去的话，那个果就没用了，没办法卖了。果子园内面的火龙果栽，逐栽拢会使看到有真侪非洲落雷爬过的分野，像这粒火龙果外皮有真侪敢若臭火打的核，这就是去予落雷压过的分野。啊，算算来，这期的收成会减超过3成，至少1000台斤以上。最近的那一块火龙果，因为它是采用无毒草生栽培，让地上的杂草比较多吼，然后也是适合瓜牛的一个栖息。然后瓜牛一般的食物是以叶菜类为主，然后因为连续的下雨造成那个土地潮湿，所以瓜牛它就等于说往上爬。彰化县农业处表示，因为落雷属于病虫害，无算伫咧天然灾害，所以无被列入这届农业损失的统计内面。啊，即阵简单收到少数的个案回报尔尔。啊，4单的果子农因为用草生无毒的方式种植，所以无法度喷农药防治，会选择用无毒的方式进行产理的防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新堡的移民庙，当咧举办这摆移民夜祈福的大典，因为因遮是有咧比赛猪公，早起动物社会研究会这个团体嘛带人去抗议，呼吁庙方都要停止这款邪神的猪公庆动的比赛，因为在因咧看，无论猪公要饲互肥，还是要刣迄个，拢是真虐待。
移民庙的庙方嘛回答讲，现主时来参加比赛的猪是哪来哪少，社会上各种的主张，人因嘛是拢听有入耳。动物社会研究会代表甲民众挂着喙罨来到新竹新宝移民庙头前，有布条呼吁庙方停止大猪公大量比赛。当社表示，今年已经进入第17年的抗议，但嘛是无法度阻止比赛年年在进行。所有的神猪在意识清醒的状况之下，被活活的刺入他们的喉咙，然后切断他们的血管，他们哀嚎惊恐，痛苦到死。我相信所有的神明都不会愿意看到生命遭受这样的虐待。动保团体攻击大猪公饲的过程一直咧灌物件，互伊无法度徛起来，无咧运动，嘛无活动的空间。抬的时阵更加无使用人道的方式来进行伤过残忍。移民庙的董事嘛出面抗动保团体唔通伫祭典举行时阵抗议，嘛强调参加大量比赛的大猪公已经逐年在减少。从过去我小时候看到200-300头猪的年代，到现在，我想我们能够参与的也慢慢越来越少。那事实上，这个社会也都慢慢能够接受，好不好？这些声音我们都有听到。原本打算进入移民庙的动保团体和庙方拒绝，后来尊重庙方来离开。不过，动社重声并不是针对客家移民庙，包括三峡清水祖师庙、甲南口德林山观音寺，各大量比赛的庙，拢是继续呼吁停止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婚林那来那中国小自今年5月开始，就一直有山内台湾米糕，一阵一阵安尼一直弄入来到学校。那中国校的林志龙校长是讲，伊逐工早起就起来放炮赶狗，就是惊讲刷落来，若学生开学，食的米糕安尼伫学校弄出弄入会真晦气。啊，云林县政府农业处是讲，会少几卡掠狗人啊，互学校运用，嘛会建议林务局爱补助学校，赶紧安电网啊，安尼较久长。放鸡仔炮，高山仔听到炮我声了后惊酸。虽然即阵是休热期间，不过云林拿来拿中国小的校长林志龙，逐工透早爱做的工课，就是将高山仔赶走。因为最近台湾高山仔不时就撞入来校园，透早来运动的民众也感觉真困扰。当然嘛，困扰要起哩，起哩，拢搞不脏起哩啊，晒半家去头啊。这边如果开学还是这样猴群聚集的时候，对小朋友或者是民众的安全是值得我们担忧的，所以我们最近开始来释放这个充电炮，希望能够将猴群稍微往这个山上赶一下哈。校长林志龙表示，因为学校跨进山区，连过美步道，按今年5月份开始，就真侪高山仔小连线出现伫咧校园，大概就拢规定出现，差不多拢20多只。伊也呼吁起来山顶的民众，唔好搁再乌白饲高山仔。县府农业处表示，会想办法来赶狗。我们是希望说，跟学校这边呢也会密切联系啊，除了出借诱捕笼给学校去诱引猴子之外啊，那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强烈建议林务局这边可以针对校园的部分也来补助电围网了农业处表示，即阵台湾狗已经为3级保育类降做一半类，不过只要是野生动物，拢伫咧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范围内，袂使凊彩割台。即阵会规划补助公所请人来赶狗，希望观光客唔好搁再乌白饲高山仔，避免因惯势聚集伫咧山骹，影响校园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请饼。咱大家真拥护的台湾羽毛球的一哥周天成，伫咧2019年羽毛球世界杯锦标赛头一天的比赛就去当到真厉害，按丹麦这国来的对手，经过3局73分钟，周天成才以2-7拼赢对方。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市有一个地号名叫做水高社，这是按日本时代起因的。这个水就是表示海军，意思就是讲海军的将官咧交流的所在。只有一撮早当时海军防空队的宿舍，市政府用2年的经费，经过3年的修理甲翻新，2亿的经费开落，10月底就要以水高社文化园区这个全新的面貌来公开。台南市民，咱嘛阁增加一位好佚佗的所在。今日去水高社的宿舍内底，四界拢会当闻到 Hinoki 的香味。这个地点就是水高社的将官宿舍。
是伫咧日本时代起的。为着要保存这挂历史建筑，台南市政府佮得到国防部补助资金2亿，经过3年的修复，预计要伫今年10月25对外启营运。那整个园区呢，它是由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古迹，所以呢里面呢古色古香。那空间的氛围呢，经过这几年的修复呢，非常的漂亮，那空间也非常的舒适。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到这边来观赏的一个园区。水高社文化园区内底的原水高社宿舍群是市电古迹，包括3栋总级别宿舍，还有5栋校级别宿舍。园区的历史下过介明清国王，一直到战后的军管基础，嘛因为水高社这边培养真侪空军人才，在地居民佮组成文化学会来推广贯穿文化。它修复了非常多的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日本时代的一些房舍，眷村文化在台湾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环。那我希望接下来的开园能够受到大家更多的重视。水高社文化园区未来规划8大主题馆，包括水高社历史馆、美军伫台南艺术特展馆等等。望透过老相片共同来恢复水高社的记忆。最近文化局嘛小连续设活动，包括驻村艺术家贯穿电影放映会，就是要让外界知影贯穿文化迷人的所在。记者综报道。人讲新竹合作风城，2019年国际风吹节嘛，伫咧8月24要踮新竹南寮渔港来开幕。这个活动邀请世界、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澳门这些国家成百个国内外选手，因穿形体无同、种种的风吹要来表演，其中还有特技风吹的表演。经过镜头，带观众朋友咱大声来看卖。各式各项包括虎、虎尾、大象等等大型的风吹飞在天顶，互新竹南寮渔港亲像是一座天空的动物园，古水的模样，互大人囡仔看了拢真欢喜。看过那么多风筝飞在天空？没有。你的感觉怎么样？很新奇。第一次，还有色彩非常的丰富。这个风筝赛场非常的大哦，算是台湾最大最棒的一个风筝一个放飞场地哦。所以说我们预估天上呢至少会有100多只以上的一个风筝哦，这边呢可以看到是非常壮观的现场除了古水造型的风吹以外，还有高难度的特技风吹表演。另外，还邀请到88岁的风吹高人，分享伊过去丰富的风吹经验。那个时代啊，我们就用那个纸啊，跟竹子我们做的什么风筝呢？蝴蝶啦、蜻蜓啦，这个鸟类的风筝，这是我们传统的风筝。已经连续3档举办国际风吹节，陆续吸引超过15万人次来参与。今年活动头一摆有夜光的风吹表演，结合地面的夜光舞蹈，都是要让民众无同款的视觉感受。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咱再来看一个 HBS 舞蹈剧场，因这个剧团舞蹈团伫咧2015年成立。虽然讲因的人员毋是科班出身的，毋过因对跳舞的热情无比较别人有较少。因用跳舞来反映讲，即马薪水月金哪会遮少？反映讲即马空气污染哪会遮高？真有因家己的风格。现主时因阁编一支新的舞，名叫做《龟》，当龟即个龟，按算要伫咧8月24踮国家戏剧院公开表演。HPS 舞蹈剧场顶档骹手跳一段合作龟的舞，来展现因甲别人无共款的风格。是龟呢，我们主要其实最想要讲的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是因为什么因素而想要往外移？就当然除了可能南部很多的低薪问题，或者是包含说前几年发生的气爆问题，可能就有一个安危，就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家乡有没有安全。HPS 舞蹈剧场伫2015年成立，团内舞者毋是科班出身的较济，毋过对跳舞的热情无比别人较少，因用跳舞反映薪水少、甲空气污染的问题，才有家己的风格。即马因搁再编一出名合作龟的舞，按算8月24日伫国家歌剧院表演。非常多的双人抬举的东西。那其实虽然女生被抬，但是我们自己也是要很有力量，要不能全靠男舞者。一般的人，你只要戴上口罩，你要维持15分钟的慢跑，
就是光肺活量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那我还要他们又要跳双人舞，然后又要拉扯，那对他们讲是一个算是很大的挑战。可是呢，因为这样我才能够让舞者可以感受到什么叫濒临死亡的感觉。甲温柔优美的舞无同款 ，HPS 舞蹈剧场用较大的动作，互人有在看戏剧的感觉。规即支舞向顶渡过难关，对黑暗当中甲光明找倒转来。HPS 舞蹈剧场希望透过跳舞的艺术，对社会有一寡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搁较无一个日，中秋就要到。台南麻豆文旦柚已经开始咧收啊。台湾首府大学今年和麻豆区公所做伙组织一个采收冬眠，因来帮助农民较袂欠工。采收冬眠内底，阁有22个外国来咱遮读册的大学生，借这个机会，因听体会麻豆在地的生活文化，留落真难忘的留学的经验。我们在摘的时候、采摘的时候，记得这个地头一定要推掉。农民详细解说要安怎办柚啊，骹手爱真细致，才袂去伤着。一名外籍的学生认真听了，随爬起哩树顶来试办。麻豆区公所和台湾首府大学做伙举办的采收冬眠，总共找到107个人要来斗采收，其中有22名的外籍生，即间有8名印尼的学生来到台南麻豆的柚仔园参加教育训练，教他们说，比如说像我们在采收的时候，要轻轻的从那个地头那边去把它搬下来，不能够说直接很粗鲁的把它摘下来这样子。麻豆区长表示，今年甲台湾首府大学已经是第4档合作，外籍的学生买柚仔体验在地农业，袂使甲欠骹手的农民来到3工。希望说，经由产官学这3方面来合作，那让那个学生也能够就是采柚的一个体验，那顺便也能够帮助我们柚农能够顺利的在这个采收的季节有人手来帮忙。台湾首府大学的外籍生加入采收的行列，除了平常时教室内底知识以外，佫可以当体验麻豆在地的生活文化，留落一项难忘的留学经验。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是一个台湾，有人讲叫做2个世界。现此时有真侪住伫山内的国民，要去到大境病院，有当着路途真远，爱1点钟经过。咱南投信义乡双龙部落遮的居民就是安尼生。近来台中营总部落巡回医疗服务，就住在信义乡的卫生所，互因会当固定时间会当就近来看诊。住伫南投信义乡第2村的民众来到当地的卫生所排队等要互医生看，也有人对附近的双龙部落来要互医生注射。觉得很好，怎么说很好？总打针的时候很好。觉得身体也比较好。比较好。不做了，可以了。就不用跑去外面了。不用。不到外面去又会开刀。我第一次来这边，觉得治疗以后，对，会比较好吗？很好。伫卫生所替人看病做复健的是位保利永明病院来的医生，伊叫刘福威。伊做巡回医疗有10年的经验啊。医疗界族人要去看病，一段路就爱点外钟，实在真无方便。所以结合当地医疗院所的资源，伫咧遮提供复健治疗巡回的医疗服务。伊也观察到族人较少出现的镜头。那由于偏乡地区，他们的膝盖还有脊椎都不太好，我想这可能是山坡地形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退化性疾病非常严重。那刚好我本身有增生治疗的一个专长，所以也希望借此再可以来这边发挥。刚好他们也比较适合这种治疗方式。替病人做渐进治疗，用复健代替止痛药啊，希望族人的脚头骨甲尾椎有法度自力。医生也希望有更较齐全的医疗制度，会当互更较侪人愿意投入偏乡医疗，也互族人有固定的时间通去看诊。记者综合报道。热人若着山，就爱靠山，毋过靠山嘛爱照起工、照步来。咱中华新港乐龄中心特别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咱海尾社区开班，教咱这乡亲时代安怎样靠山才有正确。
第一条线就是甲背部颈骨的较只疼，就是灵尊骨这条，都要轻轻啊刮。有专业老师的指导，才会讲阿嬷是愈做愈熟手，因为转去了，就使帮厝当中的人，也是朋友来敲刷，嘛，互因感觉是真骄傲。往你练棍有哦，要刮诶指部，就是你要刮到遐有哦，就先啊热敷哦烧了，才开始刮安尼有哦。敲刷会使疏解到感冒甲着刷的情形，但是敲刷是袂使凊彩学白敲。中华海尾社区就开了敲刷保健的课程。互大家学着会疏筋活血，放松筋哦。健康个比较，这里都不会比较不会酸的。专家表示讲，敲刷的概念就好像伫咧流汗，刷是甲汗共款，会使调节着咱身体。敲刷就是要促进咱身体的循环，使体内底烧气会使放出去。刮第二条就是刮咱的颈下头，妈讲紧硬正，酸痛人就会当解决。敲刷时，咱皮肤出现了乌青的状况，这就是出刷。老师是提醒讲，使用了敲刷板，佮加上精油，才会使达到保健的效果。但是，咱掉刷的情形，如果是真严重，嘛是要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嫁娶，因为做工课来到婚林的新住民，现在是袂少。婚林县政府即马就伫台西举办越南、泰国、中国遮头尾拢总5国的特色文化展览，要让民众对新住民的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别讲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是落雨同款，这是中国遐要祈求落雨所用一种特殊的乐器。婚林县政府为着增加民众对新住民文化的了解，特别伫台西的海口故事馆办特色的文化展。因为这是咱来自越南的吼，伊结婚新郎的衫啦，我来遮嘛真趣味吼，来自不同无同款的国家啦，体验无同款的迄个文化。展览的内容包括越南、泰国、中国、印尼、Cambodia 这5个国家早期的文物、乐器、服装和一寡特色的展览品，而且服装阁提供予民众试穿甲翕相，实在真趣味。所以嘛，请真侪当地新住民来参观。介绍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很久以前的，像阿妈爱做的挑东西，可以做小生意，还是带小孩子什么的。这个是我们的名产的，这个是河粉的。台西故事馆本地就是为着予囡仔读故事、听故事才会成立。这届除了办丰富的文化展览，逐礼拜拜四还阁有新住民会伫现场讲故予囡仔听。请新住民来讲故事，讲因的故事，阁做因遐落 DIY。新住民特色文化展的展览时间对8月11到9月底，开馆的时间是拜3到礼拜日。希望各地头的民众有闲会当小少来遮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知影讲，中国政府是禁止民众伫咧网络社交的软体 Twitter 和 Facebook 顶头申请考照。结果，这2间网络社交的国际大公司所发现讲，中国因家己都有安排官方的人来申请考照，也是建立各种主题专业，互人持赞支持。则经过安尼散布假消息，重伤香港遐抗议的民众呢。Twitter 已经抬掉936个这款假口罩，暂时互因停权的，甚至有20万个口罩，遮尔啊侪。香港的反送中抗争活动已经持续超过4个半月，目前看起来并无化解的现象。除了街路的警民相持，虚拟空间内面的战争嘛无声无息伫咧进行。中国政府差不多伫2011年，也就是中东阿拉伯之春革命遍地开花的时期，就开始长时间封锁民间使用 Twitter 和面册，就这个方式防止民间去接触到相关的反政府活动消息。但是，这款的封锁范围并无包括香港和澳门等所在。Twitter 公司上新发表的书面声明指出，因查到有大批真可疑的笑话，用同款的步调伫咧网络顶悬打和香港抗争有关系的政治新闻甲讨论。但是，拢伫咧散播不实的资讯。Twitter 公司指出，这一寡来自中国大陆的笑话，拢真主动、搁积极伫咧批评反送中抗争活动。
虽然社会主人调降温暖，但是该公司嘛是查出，这一寡笑话拢是由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直接指挥行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就讲 ，Twitter 会这么大动作宣布，是因为 Twitter 进前核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用买广告的方式，伫 Twitter 顶悬攻击反送中抗争，煞遭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批评，才会反倒转来对相关的笑话做出严厉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地球顶头地势上界加一片湖，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死海。这片海唯一的活水源头是对约旦河流入来，因为地球的气温就愈来愈高，死海水分咧打嘛愈来愈紧，啊约旦河流入来的水嘛愈来愈细降。如今死海水位的悬度一年搁减1公尺，即摆已经是降落去到海平面的下底429公尺了。死海是以色列第3大的观光景点，2017年吸引170万游客来遮佚佗。不过，这阵水是愈退愈远。死海是伫咧以色列、约旦抑个巴勒斯坦交界的所在，是世界上地势上低的湖。唯一流入去的水源是为约旦河所来，流出去的方式就是爱靠蒸发。自本约旦河逐年拢会互死海13亿立方公尺的水量，这阵干达剩1/4。Now this retreat is mainly man-made. 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living here in these areas, and it's mainly due to the damming of the water of the Jordan River. 专家估计，死海的水还会继续退，水位差不多可以落100公尺，最后会来到海平面以下530公尺的位置。啊，到迄个时阵，死海的水会因为盐分伤过悬，无法度蒸发，水位就会稳定啊。啊，到迄个时阵，这岸边的建筑物就会正做用来缅怀过去死海面貌的见证。记者综合报道。咱嘛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上加28度，上悬31度；中部上加28度，上悬32度；南部上加27度，上悬30度；东部上加28度，上悬33度。北部以外，明仔载各地头落雨的比例。机会拢真悬，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